Hello，大家好。我哋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一個比較多香港家長關心嘅汽車座椅問題，就係我哋好多初生好細個嘅小朋友坐喺一啲0至7、0至12比較成長型嘅兒童汽車座椅嘅時候，咁個初生 BB 咧後向坐咧個頭又比較耷，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咁坊間都好多文章有講解到啦，如果初生佢個頭咁耷咧，又會驚會唔會影響佢呼吸啊、窒息啊，又或者會唔會令到個頸椎受損啊各樣。咁我哋今日咧就嚟講解下呢個情況究竟點樣出現啦，同埋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免到。咁首先咧，我哋先要了解一點嘅，呢個頭出現呢個耷頭嘅現象咧，其實就並唔係單純個小朋友汽車座椅導致嘅，係一個由小朋友汽車座椅再加埋呢個成人座椅嘅斜度而影響嘅。我哋今日就攞呢一部歐洲款式嘅360度汽車座椅做示範啦。佢本身咧係有得校嘅斜度嘅，但我哋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哪怕校完個斜度之後咧，嗰個凳背嘅水平咧都仲係好直嘅，令到個小朋友咧個頭咧一躺後都會好容易行車就會跌翻向前。咁其實個原因就係在於咩咧？就係在於呢一張凳，個大人嗰張凳咧，嗰個斜度係非常之斜嘅，咁佢就完全抵消咗咧嗰個小朋友嘅汽車座椅可以令到嗰個座靠更後躺嗰個斜度啊，咁個抵消程度咧係好驚人嘅。個驚人嘅抵消程度咧，我哋可以攞呢一個量角器睇到啦。本身嗰個成人座椅係為咗成人舒服咧，佢嗰個 pat pat 啊後躺嗰個窩咗落去嘅深度咧，已經即刻貢獻咗咧15度左右噶啦。咁變相本身張 BB 凳係可以咁樣平躺嘅。咁因為個地台已經斜嘅啦嘛，個地台斜咁時候，佢咪成張凳咁樣直咗咯。成張凳直咗嘅時候，咁我無論點個小朋友都係好企好直，咁咪容易跌頭咯。即係本身呢張凳個設計係俾你咁樣用噶嘛，即係咁樣安裝咁先至係躺到後噶嘛。但係你個地台已經預設送咗15度俾佢啦，抵消咗佢15度呢斜度，咁佢咪成個凳又本身係要咁樣嘅，因為呢一度斜咗嘅關係，就變咗咁樣斜咗咯。咁呢個情況咧，如果我哋用歐洲呢一類 ISOFIX 安裝凳咧，係無法避免嘅，因為始終咧佢呢個 ISOFIX 咧，佢嗰個角度咧係已經固定咗。佢出廠嘅時候嗰啲機關啊，個設計咧其實已經固定咗，即係佢無論如何咧，佢得單一個角度去插入去呢個 ISOFIX 安裝位置嘅啫，就係要跟從呢張成人凳嗰個斜度啦，咁令到無論你點樣安啊，或者點樣擺個細路啊，點樣校個斜度咧，都係修正唔到嘅。面對咁嘅情況，有冇咩提議或者改善方法咧？咁我哋就會提議我哋嘅客人咧，如果佢本身佢個汽車嗰張凳好似我哋呢一部車咁樣，已經係向後窩咗落去嘅，斜咗嘅，佢就應該揀一啲美國軟帶式 ISOFIX 安裝嘅款，就唔係呢啲歐洲插桿式啦。我哋就以呢一部 Luna Rev Max 咧，去講解一下點樣可以解決呢個斜度嘅問題啦。咁因為本身汽車嗰個 sofa 嗰張凳個斜度，我哋冇得改變嘅啦嘛，冇理由為咗呢幾年時間去換嗰架車嘅。咁我哋唯一可以令到我哋調整到嘅咧，就我哋揀一部咧，嗰個 ISOFIX 插位啊，係唔係固定角度嘅，係可以調整到個角度嘅，咁就令到我哋有一個空間，有一個彈性去調整翻呢一個座台嗰個斜度啊，由佢本身好斜，令到我哋都可以好合適咁樣扭翻平佢嚟安啊。咁呢啲係得美國嗰啲款咧先至做到嘅。例如我哋可以點做咧？我哋揀美國款，咁我哋咧就跟翻佢嘅需要安裝好 ISOFIX。咁佢底度咧就有啲空間噶嘛。咁我哋根據我哋嘅技術指引咧，其實我哋可以箭攝一啲填充物去托翻起張凳，托翻平佢。準備一啲填充物啦，咁啊箭攝喺個汽車座椅嘅底部，咁然後咧再貼服咁樣去
安裝翻好佢啦。呢一種方法咧，其實根據說明書咧，都係安全及合規嘅。咁我哋透過咗呢個箭攝咗填充物之後咧，我哋就可以令到嗰個汽車成人凳嗰個角度由原本嘅15度啦，回復翻去到一個0度啊、3度啊，一個更為水平嘅狀態咧，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個小朋友嘅斜度由本身係咁樣嘅，咪可以變翻 offset 翻呢張凳嗰個斜度咯。我哋睇咗呢個原理同埋呢個方法之後，咁我哋所以就可以了解到咧，坊間有啲迷思啊，就會覺得咧，我哋歐洲嗰啲插桿式 ISOFIX 咧係金科玉律、最安全、最好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誤解咯。我哋就要好好配搭翻究竟自己嘅座駕本身嗰個成人凳嗰個斜度，究竟係咪真係合適安裝呢啲歐式嘅插桿式 ISOFIX？譬如如果你嘅小朋友係初生啊，張凳好斜啊，你就要考慮改用翻美國呢啲 ISOFIX 安裝。咁我哋就有條軟帶，個 ISOFIX 個插係可以調整唔同嘅插嘅角度嘅，哪怕係有啲車係低啲啊、高啲啊，都可以插得到。然後就再用機關將佢鎖緊咧，咁我哋就可以令到安裝喺唔同嘅車型狀況咧，都可以做到更貼服，亦都可以抵消咗咧嗰個成人座椅嘅角度。因此，美國嘅 ISOFIX 都係有佢嘅彈性同埋靈活性啊。咁我哋對比歐洲式 ISOFIX 同埋美國 ISOFIX，頭先我講過啦，其實並唔係關於安全唔安全嘅。就歐洲嘅直插式咧，就令到佢安裝就簡單容易，就令到啲人咧容易掌握到。咁美國嘅 ISOFIX 咧，就可以為大家提供更多嘅靈活性，哪怕嗰個 ISOFIX 插口係高咗啊、低咗啊，都好唔會影響到本身張凳嘅安裝。亦都可以令到個小朋友凳安喺個成人凳咧，做到一個更好嘅角度、咁貼服嘅狀態。但係佢嘅代價咧，就係真係安裝會比歐洲嘅 ISOFIX 直插係麻煩少少咯。咁呢個就係各有取捨。咁但係安全咧，大家真係唔使擔心。佢兩個咧都係通過晒安全認證，無論歐洲嘅直插式或者美國嘅呢啲索帶式咧，都係同樣安全，係做足佢要做嘅功能嘅。咁大家選擇嘅時候咧，就要睇翻大家真正嘅事實嘅需要咯。如果你一啲好標準嘅歐洲座駕，佢個座位係好平嘅，唔會影響到個小朋友凳嘅斜度嘅，咁你咪可以揀啲容易安裝、容易拆嘅。又或者你嘅生活需要係成日需要拆啊、成日需要安嘅，你咪揀啲歐洲款咯。咁但係調翻轉就係，如果你個凳係好斜嘅，你又唔係成日都要常常安裝啊、常常拆嘅。咁你就可以考慮揀翻啲美國款，令到個小朋友咧個坐姿啊、狀態啊舒適更多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大概呢度啦。咁大家有需要嘅可以再進一步聯絡我哋嘅同事，我哋都好樂意為大家提供更多專業嘅提示，期待再見到大家。